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会完工。那我们也会找 OT 厂商来协助我们大台南地区的养殖渔民来做好我们整个水产品的内外销的工作。第一头前一档，咱的 OT 厂商就必须要叫咱的渔民来客座，至少要收3000吨我们的渔民所养殖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台湾鲷、我们的虱目鱼。另外，伫咱生产较济量的时阵，也要个人处理1000吨的面积的数量。所以我想，对咱这个基地落成以后，对咱台南地区咱养殖渔民，不管是内销外销，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来照顾更多的养殖渔民。因为现在第2代的渔青基本上都会有自我品牌因为你要找加工厂帮你代工没有，但是这次那个冷链做起来，他可以愿意帮我们代工，我们有地方去帮我们做我们的产品来销售我们自我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说，其实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乡下是有在做事的也要顺便跟现在的消费者说，养殖这一块其实渔民的用心，那消费者会吃到它的高品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咱台南市的面积真宽，是全台湾第2宽的水产养殖。但是呢，咱过去拢饲沙巴啊，饲台湾鲷也有吼。但是呢，这个水产要增加竞争力吼，咱的这个冷链加工一定要做好这会当卖到较远的所在，譬如讲卖到中东伊斯兰世界还是讲要卖到欧美去所以若阵咱的这个冷链无做好，咱的加工无做好的时阵，有当时迄个运输的成本甲这个鲜度就会受影响。真感谢农委会甲咱补助，咱总共第1阶段有1.4亿1.44亿这个渔业署甲咱补助一半。咱希望讲真紧的时间来动工动工来紧来完工会当来帮助渔民增加咱的这个竞争力。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郑良介上午前往台南市选委会完成参选登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南下徛台，不过台湾基进党的议员参选人却带领支持者到现场抗议，双方立马差一点就发生冲突。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伫党籍议员甲支持者当选车中，往着选委会前进，要来登记参选这次的台南市长选举。谢龙介表示，台南已经有30档无政党轮替，应该换人做看卖，才知影好歹。同时也表示，一直做1人4档，就让互市民怀念40档。30档无轮替，换人做看卖，比较才知好歹，对不对？对。各位乡亲，30年来，恁辛苦啦。会使讲，30年一党执政，咱看到愈来愈稀微。尤其合并了后的台南市，快乐的出旁变成悲哀的愿望。伫咱三门客北。会使讲，人人怨天在地，所以台南需要改变。咱甲台南市民请求4年，恁互我4档，我做到互恁怀念40档。谢良介也提出夜政见，互老人有健保，囡仔有营养午餐，少年人加成家立业。6都的老人健保，你甲想看卖？敢若台南市搁咧保，搁咧烦恼。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拢有补助，敢若台南市无。国中小营养午餐，全台湾有9个城市唔免钱，咱台南市就是第10个城市，对不对？对。所以老人健保免烦恼，营养午餐食较好。少年人生囝，即马恋爱唔敢结婚，敢结婚唔敢生囝，敢生囝惊饲袂起，非常的为难。所以我提出
生育的补助，第一梯3万，第二梯5万，安尼好无？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特别南下陪同社农界登记。朱立伦也表示，民主社会，民主正义，正当大家因为你站出来，要民主到底，咱需要民主正义。改变对家乡界都是在起步开始啊！加油干！加油干！一边是当选支持声，另外一边却是台南基进党议员参选人的抗议声，因大声喊出国民党无倒，台湾就袂保，就此表达不满。国民党这边嘛有人回击表示，爱基进党幕后清楚，即卖是谁咧执政，根本是找唔到对象，只是咧作秀尔。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透过交通工程手段来改善用路安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议员王金德伫总质询，除了建议正式立体拖风线，让车辆有减速的效果，嘛希望亲像日本的达玛加材质，有高达65%的摩擦系数。传统道路为了让车辆减速，拢会设立碰起来拖风，不过容易造成底盘损坏、侧音等缺点。对此，议员王金德伫总质询就要求交通局参考桃园首创，用为减速标线来试办看卖，因为透过线条角度的变化，看起来就是碰的，来提醒驾驶减速。过去咱拢用迄种凸起来迄种嘛。涂骹行过也噗噗噗噗噗，哦，啊，你是还好，你暗时啊，边仔若要困就困过去啊，所以尾啊，迄种促销嘛，无去设立迄啦吼，啊，上计是安尼画一个形啦、慢啦，哦，还是讲减速安尼，但是就一个建议讲是毋是，应来用桃园安尼吼来试看嘛，看效果如何吼。是该做说明吼，就是讲，其实不在设置规范里面的标志标线哦，其实中央是允许我们做示范啊。这个例子我们一提的时候，我们也去跟桃园市政府了解哈，他们也是在107年的时候示范的哦。那示范，一开始有效果，阿贝啊哈，大概惯习啊哈，因为其实都在知道比较小的路，其实都是居民常走的路啊，他习惯了，他就知道这是骗人的哈。其实他也没有它的效果。不过我想这个都是好的想法。为了避免交通事故发生，透过交通工程的手法来改善，嘛是一种方式。所以议员王金德进一步要求台南会当参考日本的技术甲方法，将点仔架用熔喷射式的材质，同时增加摩擦系数到65%，避免较坚固，来保障机车族的用路安全。台南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林志聪虽然无寻求连任，不过伫任内最后一摆总质询嘛锁定心怀水环甲文化观光，其中佮要求水利局爱针对新化信义街一落大雨的淹水的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同时也争取设立大目港文化观光游客中心。日前一阵青光雨落1点钟伫新化，结果信义街附近道路已经变成小河。议员林志聪表示，伊的服务处设立当地要12天来，只要落青光雨，附近大排甲涵箱根本袂赴透，所以要求水利局尽速处理，唔通互居民怨叹日厝阁无法度请人客。对此，水利局长强调，目前正规划顶油的分红，预计明年发包。局长。我甲你反映足侪遍啊！我会当讲吼，按第一届做议员搞降时啦，你看到这影片，哦，你也看，袂输吼一条溪啦，袂输一条溪，你来想尽办法来解决，想尽办法来处理啦。唔通吼讲吼，即几工啊，有要风台到底，你莫到咱台湾，你莫到咱台湾都唔知影。但是莫讲小块落遮青光雨的，就造成像安尼汪洋一片安尼，这事实唔好。大家无要骂市政府，骂我林志聪，骂我林志聪议员呢，我就真正够衰啊！你敢知？我说，我问政的呢，我毋是咧执政的呢，恁的经费毋是我林志聪咧编的呢。若我编，我绝对迄条是恶害，去做，啊，你有法度无？
对对。今仔日呢，阮的同事甲公所这边遮，能够针对信义路附近的迄个商涵涵箱啦去做相关的一些检视。那未来呢，这个信义路的它沿着它上有健康路，还有到我们的那个新化体育公园头前一部分还有一个排水的部分，阮即马呢争取到营建署的经费，希望能办理它的那个上游分洪大概4000万的部分。那现在水利局呢，大概目前现在我们也在着手相关的规划设计，接续呢把上游的水能排到营尾大排营尾排水。那这边才来当上游做一些分洪，下游的到咱信义路这边才会排水的，对当减少。议员虽然无寻求连任，不过任内最后一摆总结顺都来关心新化治水甲特地清水沟连通工以外，嘛进一步希望新化饼文化观光会当甲自来水公司合作设立大白港文化观光游客中心。对此，市府表示将联合思考，不只是观光的资讯，而是当调向多元空间的规划来利用，盘点适合的地点。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真侪少年人拢想要家己创业做头家，不过因为资金、经营管理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所以真正会当成功圆梦的并无多。一位7年级生李丽安，因为对地影有兴趣，坚持天然健康的概念，加上寻求政府的创业贷款的支持，来自创品牌。伫台南已经是连锁地影店的头家。卖看的年纪轻轻，目前伫台南已经是迈向10间手摇地影店的头家。当初伊甲真侪少年人同款，拢想要家己创业做生意。加上爱啉茶，真前伫3间地影连锁店已经有工作经验，认真学习熟悉所有流程。不过为了实现创业的梦想，抱着好酒沉甕底想法来号名，对完全无知名度大胆进军市场，互厝内人烦恼甲并无支持。但靠着一份对品质严格把关、无加化学调味以及坚持无放弃的心。互伊不止经过疫情的考验，业绩更是稳定成长。刚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我们属于就是自创嘛，对，所以比较辛苦。之后到后来，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品质保持得很好，之后客人也很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后来业绩就一直稳定成长。当然，业者成功创业愿望，其中资金的调度就是关键。好在在有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微型防创业贷款，有课程，佮有专业的辅导，所以一路上并无孤单。其实刚开始是辛苦的，没有资金的周转上，因为有配合政府的凤凰计划，对，之后。计划有资金之后，我们周转上营运就正常了，对。之后再靠我们非常努力跟大家推广，我们有透过他们很多行销啊的步骤之后，再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品牌，大家看得到，因为看得到认识我们之后，才会有越来越好的业绩。这样。根据劳动部分家南分署的统计，疫情期间申请创业贷款也平均有150位，而且3档来成功创业已经有350位，相当难能可贵。为协助女性还有中高龄创业，劳动部这里有一支专门的创业贷款，叫做微型创业凤凰贷款。那它最高可贷到200万，而且它免保证人、免担保品，而且2年内免利息。那更棒的是呢，它有免费的创业课程，还有创业的辅导顾问。为了掠到人客心，业者持续研发无同的口味，并用力在地天然的食材，求新求变之下，不止美观，内容更是有用心概念。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
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金星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金星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全世界大约有3亿以上的人口受到退化性关节炎的折磨，这项疾病较定发生在手、脚头骨以及髋关节。基美医学中心的医师陈昭宇表示，随着年纪愈大，关节退化是无法度避免的。目前只会当用药物控制，延缓退化的速度。基美医学中心最近一项病例，一位54岁从事美发业女士，双手手指因为疼痛多年，烦恼是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前往基美病院检查发现，原来是得到手部退化关节炎。医师表示，退化性关节炎每当发生率大约是0.1到1.1%，女性的几率大于男性，尤其在更年期前后更容易发生。手部的退化性关节炎大部分发作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停经的前后，所以像这样子40几、50出头岁的女性，她们手部在疼痛的状况的话，她们就会去想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是痛风关节炎，会不会是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她们比较常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她们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个可能是手部的一个退化性关节，所以我们连那个在门诊其实很常遇到这样子的病人来做寻助。基美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陈昭宇表示，退化性关节炎是一项不可逆的疾病，但是会当用药物、复健、针灸、热疗等方式来延缓退化。
退化性关节炎大概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关节，也就是说它一旦开始退化之后其实它就不会再回去了所以在治疗上面我们会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治疗它的症状就是说让它的生活能够就是整个活动不会受到这些退化性关节炎的关节痛然后跟这些关节肿胀然后甚至导致说它关节变形之后导致它没办法活动的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病人的生活形态会非常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地方了当然第2个部分退化性关节有没有办法进一步靠其他的部分去做治疗在手部的退化性关节这部分相对来讲会很难，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小关节的部分我们可以靠一些例如说外用的像是复健科有一些矫正器然后或者是使用一些其他的就是像针灸啦或者是像一些热敷的方式去改变它的症状。因为手部退化性关节炎袂当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医师表示，民众若是有手指关节痛、变形相关的状况，应该赶紧就医检查，帮助延缓退化。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这个逐项起价只有薪水无起的时代，高雄却有一间自助餐店，用因价价食到饱来拍险名号。伫个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而且店家阁互80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免费食到饱，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桌面上近20道的菜肴一字排开，荤素搭配，令人看了食指大动。重点是这些菜全部都可以吃到饱，早餐只要69元，其他时段也只要99元，经济实惠的价格吸引民众一开店就来排队。怎么会今天这么早过来排队？因为他这边11点开始嘛，那就觉得他的中餐做的。就以自助餐来说，它还做得蛮精致的啦，就是不会说只是99元就乱做或是不顾品质这样子所以我也是有点算是常客，因为我1个礼拜大概来2次。斗大的布条挂在墙上，在这个万物皆涨的时代，店家不但提供铜板价吃到饱，还让80岁以上的长者免费来吃。印象深刻的有的80岁的，他们也是很激动到都快要流泪，怎么会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有这么好的店家可以这样为他们服务？虽然是平价自助餐，但店家在食材挑选上不马虎，有鱼有肉有干贝。老板开心地说，店里的顾客都很替他们着想，只加要吃的分量，不会过度加菜浪费食物。我都一直在宣导他们说，这边是大家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公司只是为你们服务。我们提升自己的心灵素质，大家一起来提升。他们的用餐的方式种种都有在改变。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他们不会说加很多吃不完去浪费。近年物价不断上涨，民众外食成本跟着提高，店家透过平价美味的菜肴吸引顾客，同时还提供免费菜肴照顾长者，填饱顾客的胃，也温暖他们的心。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